嗨，大家好，我是坦平叔，今天是2025年8月20号。这一期咱们继续胡聊胡适、胡指、胡 A 还有胡一金老师今天A 股主要指数是低开高走沪指连续创10年新高，截至收盘沪指涨1.04%，这个是8月份也是最大涨幅一天涨了1.04%，报3766点。深成指涨0.89%，科创50指数涨3.23%，两市全天成交额2.4万亿元，比上个交易日少将近2000亿。全市5411只股票中3676只收获，1800只下跌，涨多跌少下午这个芯片股这个受刺激爆发，这个航母机再创历史新高，白酒等消费股展开反弹。尾盘证券板块快速拉升，带动市场探底回升。很快指数就要站上3800点，向这个4000点进军。指数慢牛继续这个叫演绎之中近期随着这个 A 股市场活跃度提升这个股指连创这个10年新高，这个却引起了银行高度警惕第一财经日报报道银行密集围堵贷款资金入市。我记得是上个礼拜也30多家银行这个集体发这个是叫通知还是叫预警就是防止这个信用卡资金进入股市。为什么银行这么紧张呢？对吧？有人愿意贷款炒股不是好事吗？这个第一财经日报报道说警惕中介兜售牛市加仓资金，银行密集围堵贷款资金入市。 A 股市场持续升温，同时引发一些连锁反应说这个 A 股市场放量上涨，各大主要指数悉数上涨，其中创业板指数领涨，创10年新高。中国银行、招商银行等多家银行纷纷加强与券商合作，在手机银行 APP 首页推送证券账户开户相关信息，并大力推广7×24小时银证转账等业务，就是方便你把那个银行的存款搬家到证券账户。通过银行签约开户的客户可享支付红包、抽奖等多重福利。在这波行情带动下，一种危险的投机行为正在社交平台悄然蔓延。深圳自媒体博主李卫最近1个月通过信用卡套现和消费贷筹集30万元资金，加上自己的6万元本金，以5倍杠杆全仓买入 A 股。上周行情好，赚了1.9万了。你看这个就是在这个现在大胆加仓加杠杆的，对吧？30万现在已经赚了1.9万，6%到手。他告诉记者，现在会根据市场波动随时调整仓位。像李卫这样的投资者不在少数，他们大多被近期低至3%到4%的消费贷利率、看似宽松的资金监管所吸引。在各大投资论坛上，类似的借贷炒股经验分享帖正在迅速增多，不少新手投资者在稳赚不赔的幻觉下，通过杠杆资金重仓股市。助贷中介的推波助澜让这一现象愈演愈烈。李卫告诉自己，最初动了借贷炒股的念头，就是因为收到贷款中介的电话，对方表示最近借贷的额度较大。采访过程中，也有一位贷款中介向记者推销所谓的牛市加仓资金，声称只需提供基本个人信息和社保记录，当天就能获得年利率3%到4%的贷款。这项业务从去年开始就特别火。该中介表示现在的银行查得严，他们内部渠道就更值钱了。然而这种操作背后暗藏巨大风险。巨大的风险在哪儿呢？这个涉嫌诈骗，什么骗取金融机构资金等等这个就不说了。更大的风险在于市场波动。第一财经此前报道说，去年10月股市回调时，有不少杠杆投资者因账户浮亏而陷入还款困境。现在指数慢牛，勇敢搏一搏单车变摩托，一定会有越来越多的赌徒加杠杆。消费贷资金流入股市实际上是一种加杠杆的行为，一旦市场出现波动，犹如杠杆效应，亏损将放大，损失幅度可能远超使用自有资金的情况。从金融市场角度看，这种现象明显会导致资金错配，放大资产泡沫，风险还可能蔓延至金融机构，最终导致银行的不良贷款增加，资产质量下降。不要紧现在千呼万唤这个慢牛使出来怎么银行反而害怕呢？这个当房地产疯狂的时候咱们政策叫房住不炒，那股市会不会有个叫什么股投不炒？这个实际上反
反映出监管的一种心态啊，就叫叶公好龙啊。跌的时候希望它涨，对吧？涨他也害怕它乱涨，又担心这个赌徒啊去借钱炒消费贷，对吧？各种信用卡资金，就像炒房是一样嘛。那炒房的人的钱从哪儿来的？不都是消费贷、信用卡套现倒，然后去买这个房子。现在啊，这个市场上做多热情啊，似乎是已经被点燃。伴随着沪指连创新高一起的啊，还有这个大股东套现啊，也是如火如荼啊。根据媒体报道，7月至今超670家公司股东套现。7月以来，沪指连创新高，并一度突破3700点。在此期间，一批上市公司密集抛出减持计划。截至8月17日，已有670多家上市公司发布减持公告，其中仅8月14日，共有近30家公司集中披露计划。好不容易赶上这一波啊，对吧？这个时间窗口啊，一旦错过，不知道要等猴年马月啊，因为这至少是10年新高啊，所以很多上市公司啊趁机减持。其中仅8月14日，共有近30家公司集中披露计划。本轮减持潮最鲜明的特征就是重要股东如实控人亲自下场。对于减持动机，多数股东表示为自身资金需求。这个要在过去啊2个月前，对吧？这种密集减持啊，一定会遭到唾骂。大家还记得吧？2个月前我说了，你看现在减持，散户也不骂了，因为这个牛市慢牛的气氛啊形成了。你大股东把筹码卖了，那是叫做福利啊，因为韭菜认为这现在便宜啊，现在往里买。如果你大股东筹码不卖，那大家在哪儿弄便宜筹码呢？对吧？大股东这个时候减持就是让利啊，对吧？这些大股东也乐得做人情啊，对吧？你们喜欢都卖给你，你们炒去吧，散户也高兴。这些大股东啊就套现离场啊，赚的是盆满钵满。至于这个筹码给散户了，散户拿着它最后变成多少钱，跟着大股东没关系啊。财新网报道啊，说证监会原发行处处长加藏数亿元现金。说15日，证监会原发行监管部监管4处处长杨娇红被开除党籍。经查，杨娇红丧失理想信念，背离初心使命，在职日期间利用职务上便利，离职后还利用原职权或地位形成的便利条件认购拟上市公司原始股，是逃逸式辞职的腐败的典型。通过白手套、影子股东等手段逃避组织审查，如多人串供、销毁隐匿证据，对抗组织审查，以突击入股方式认购拟上市公司原始股，获取巨额非法利益。散户对吧？你消费贷、你什么信用贷扔到胡适的钱给谁了呢？这个发行处的处长拿走了一小部分。这个职务便利啊，就是这个发行处就是管谁能 IPO 成功，对吧？你排队 IPO 啊 ，IPO 成功不成功由他说了算。那么他突击入股，通过白手套、影子股东，对吧？拿原始股，然后他再决定，对吧？你这个股票 IPO 成功，然后呢一上市他一套现赚10几倍，剩下的筹码这个赌徒啊自己拿着玩吧。所以这个发行处处长啊，家里藏的现金就几个亿啊，他这筹的现金没地方放啊，银行呢不能存啊，你存到银行存谁名下呢？也愁啊，对吧？这就是胡适啊，这个咱们资本市场的这个制度，这叫监守自盗，对吧？这就是那个让老鼠啊去看这个粮仓，这个不是典型的在沙滩上建高楼吗？这还没完啊，我再说一个，这个咱们去年还今年一直多次提到的一个上市公司叫马可波罗。这个马可波罗就死心塌地的上市，对吧？要为这个赌徒啊做贡献，要为赌徒贡献廉价筹码，所以他第一次上市，后来因为这个股市低迷啊，股市低迷，就所有的 IPO 暂停。第二次这个马可波罗继续冲关啊，但是我觉得这个你说一家公司为什么这么死乞白赖的要上市呢？对吧？它只不过是一个烧瓷砖的，跟房地产密切相关。这个房地产这4年啊都一直在低迷，而且这个烧瓷砖呢，它是一个典型的高污染、高能耗，你怎么扯也跟高质量这个关系不大。为什么这样的公司死乞白赖要上市呢？而且它的前景是可以预料的啊，随着房地产越来越低迷，对吧？它有大量的应收账款，它也以后盈利啊、经营可持续性都是问题。结果偏偏这样的公司啊，它就能上市。马可波罗拿到批文，让很多人大跌眼镜啊。这家公司啊，一边亏损，一边8个亿的分红。2024年毛利率高是靠政府补贴，就这么一家公司，账上躺着38亿的现金，就是它账上还有38亿现金，产能利用率只有80%，也就是它的现在目前的产能利用率只有80%。它上市募资是干什么呢？它要募集24亿建
陶瓷行业这个一个什么工业园，也就是再继续扩大产能。你说你自己站上有38亿现金，你有钱自己建去呗？不对吧？这个一定要跟胡氏的这个金融消费者的募集资金。你说你原来的产能都利用不了，他还要新建一条这个工业园，为什么会出现这个情况啊？像这样的公司在胡氏有多少？但是这个对赌徒来说无所谓啊，赌徒反正只管赌博嘛，哪管得了那么多啊？这个马可波罗 IPO 之路啊，这个剧本啊都不敢这么写。2022年5月份提交申请，2024年5月暂缓审议，2025年1月2次闯关过会啊，今年8月12号拿到注册批文。最魔幻的是募集金额啊，募资金额啊，他刚开始是要募集40亿，后来对吧，又是遭到这个市场质疑啊，他把改成了24亿，不要紧对吧，缩水4成，但是只要能上市，能拿24亿就24亿，少点也行。实际控制人啊，黄建平啊，他持有42%的股份，所以8.23亿的现金分红，对吧？实际控制人直接啊，小意思拿了2个亿，一边忙着分红，对吧？大股东拿走2个亿，一边跟这个市场啊募集资金，说我要8个亿来补充流动性，也就是流动资金不足啊，所以要跟这个金融消费者募集8个亿，一边急着分红，这就是咱们的资本市场，哎，这就是上市公司啊。然后这个网友啊也疯狂质疑，对吧？你一边分红8亿，一边又要跟这个金融消费者募集8个亿资金补充流动性，这个实在是解释不过去啊。编剧对吧？剧本都不敢这么写，所以只好啊，在第2次招股说明书的时候，把这个8个亿的补充流动资金这个给它砍掉了。所以我说啊，为什么马可波罗这样的公司它能上市，就是因为刚才那个发行处处长，你假设一下啊，他突击入股，他已经入进去了，但是这个我只是大家自己去想啊，不是说那个坏了事的发行处处长跟马可波罗之间有这种交易，不是这个意思啊，就是你设想一下，假设那个处长光发行的光 IPO 的，他在突击入股，对吧？他知道马可波罗要上市，先入股了，拿了原始股，钱进去了，那你这个马可波罗能上不了市吗？你上不了市，他不赔钱了吗？所以他死乞白赖的也得让你上市，不行就改，都是骗局啊！最近这个央视啊，把矛头对准了这个卖假玉的，这个央视要整顿这个和田玉市场。大家恐怕也见过啊，在网上直播的时候卖玉的、卖翡翠的好多啊，各种类型的，对吧？直播间那些这个良心主播啊，一个个的拍着胸脯，家人们，央视说了啊，这全是演的，说和田玉线下造假，线上假砍单，假和田玉摊主播联手坑粉丝。央视总台财经调查记者走访调查时发现，这里的市场借助直播电商浪潮，形成了独特的走播生态，每隔3-5步就能见到一个走播主播。这个总台的财经调查记者用镜头记录下大梦和田、海川珠宝直播间主播假砍价全过程。大家看视频啊。借助直播电商浪潮，石佛寺镇形成了独特的走播生态。在石佛寺镇国际玉城的市场上，每隔3-5步就能见到一个走播主播。哇，这料子好冰啊！这个好，你这个卖多少钱？这我们都搞批发的，1500一条，完美无瑕，漂亮吗？老板娘，我给你讲一下，你疫情一下能不能说个价？实在说。那就950吧。首先我跟你说一下哦，第一次打交道，我这人给价不乱给啊，我不加钱。这东西别说660、860、960，你买到都是赚到啊。为了促成这笔交易，主播承诺明天将使用自己拥有13.4万粉丝的大号万美珠宝为摊主做宣传。摊主终于同意以660元的价格出售这条珍贵的和田玉手链。但眼前的这一幕，真实的情况却并非如此。在这位网络主播开播前，记者就在现场记录了他与这个摊主进行秘密协商沟通的场景。我点头，点头就是能卖，能卖你都不能马上卖，你还要还要委婉一点，因为价格给的退。我来试一试，行的话，或者我们2个合作啊，能整不？这个你也开价，你也开1000，这个开1000块钱就行。原来，这位网络主播刚刚帮粉丝砍到660元的和田玉手链，其实就是他自己的货。摊主只是配合这位主播在直播间里演了一场戏。在进一步调查中，记者发现，这类做走播的主播，除了演戏销售自己的产品外，还会为销售和田玉的摊主带货。
在石佛寺镇的榆树庄市场，记者就现场记录了一位主播正与摊主在做直播前的准备。这有可能我一把就听完了啊！没来几百人，有这种。这边至少要350。今天我就多给你卖会儿，你这摊儿卖了6万。记者通过搜索，在直播平台上锁定了这个名叫“大梦和田”的直播间。400块钱不行？真不行。420，姐，如果你搞价好搞的话，我能买你好多货。你420，能行就整。500块。420，我也不准吃。420，给不给？你给不给？咱俩没合作，以后我多给你卖420。表面上看起来，双方的争执非常激烈。然而，记者的镜头捕捉到了直播间的粉丝们无法看到的一个画面。摊主隐蔽地向主播伸出2根手指，暗示这件产品的底价是200元。你都是演戏了，你像这种货啊，咱俩商量好，你是摊主，我是主播嘛。好，我今天商量好200块啊。好，咱们到市场之后，你给我报2000，我给你砍到800，最后成交了嘛，就这样。啊，都提前讲好的。你有。关于这个假和田玉，对吧？尤其是这个假籽料啊，我记得在以前节目里面啊，对吧？我记得那一次正好是网红超市啊，他卖那个号称和田玉，对吧？遭到别人质疑，对吧？我在以前那个节目里面说过了，这些和田玉啊，所谓的啊这个喀什出的那个什么籽料，现在基本上已经绝种了。也就是你现在去那个地方，在河床上再去挖，已经没有了。现在市面上流通的啊，除非是过去的，你想象一下那价格得多贵。如果是真的话，现在卖的啊，打着什么和田玉什么那个喀什籽料的，都是什么青海玉啊，什么山料啊，什么俄料啊，什么阿富汗料啊，那些都不值钱。那个就是大铲车下去挖，以次充好。但是我告诉你，你要鉴定它的玉石成分，它都叫和田玉。我一直说啊，像这种东西啊，只要超过9块9啊，都是智商税。你千万不要抱着什么捡漏的心情。要记住了啊，真正的和田玉籽料已经没有了，也就是新挖出来的啊，也就是那个什么喀什的。央视这个视频很长啊，它这个讲的是主播和摊主之间怎么配合，对吧？怎么演剧本来骗这些消费者，来骗家人们和亲人们，对吧？也就是骗局无处不在啊。然后的央视的视频还很长，后面还有什么怎么样那个假的和田玉，怎么样通过鉴定，对吧？给他一个证书，然后让他变成真的和田玉的那个籽料，以假乱真。当然了，这样的骗局啊，各行各业都有，都一样，对吧？连食品都能造假，这个玉造假算什么呢？也有很多人啊，他是明知这是假的，非要买，为什么呢？他认为他可以买了之后再骗别人，对吧？只要不砸在我手上，我能赚钱就行。所以明知是假的也要参与，这就跟胡适是一样的一个逻辑啊。所以央视虽然揭露了这个，对吧？这个河南石佛寺啊，这地方是最大的这个假玉石集散地，但是一点都不影响人家，还有大量人会去买。不要以为这一次打假，对吧？你一报道，别人就不去了，没那回事，照样有大量人去，因为本身在这儿去买这些东西的人都是不怀好意的啊，就跟很多去胡适炒股的人一样，对吧？他知道这个是个骗局，他也知道这是沙滩上建大楼，但是我只要在这楼倒之前呢顺利撤出，对吧？我只要能赚到钱就行了，我怎么就那么倒霉呢？对吧？说不定我比别人先走，对吧？明摆着人家大股东都把筹码给你了，对吧？大股东都不玩了。我们再看胡一进老师啊，这个胡一进老师啊，昨天啊，他发了一个微博啊，先是辟谣，说网上传言啊，他这个退休金是3万3。胡一进老师说这个网上传言太损了，不带这么坑人的，这是逼老胡啊，以后和朋友聚会次买单。这说老胡就没在周围见过有3万3退休金的人。关键是啊，老胡说他早就转企业边了，也就是他都不是事业边啊，他是也就是老胡相当于国企的一个厂长或者是总经理啊，退休这么个人，他是企业边央企。胡进说那么多你来给我发呀，说再不辟谣，今晚就有人要朝我借钱了。也就是胡进老师说他的退休金啊没有3万3，而且他身边就没有3万3退休金的人，他是企业边。所以说胡一进老师退休金应该是1万多吧，不到2万，1万多超企业退休嘛。但是这种东西啊，你说不清，因为他这说的退休金啊，对吧，是发到他卡上的，那还有好多其他的什么隐形的福利，对吧？过年过节，对吧？乱七八糟的那补贴数不清啊，到底多少呢？也只有他自己心里有数。然后胡一进老师啊，他借助 AI， 他做了一个动画啊，一个视频，干啥呢？是为了纪念他一个小哥哥，叫胡锡进，他是胡锡进嘛，胡锡进就是北京的京。他这个小哥哥9岁的时候溺亡，他呢，胡锡进呢，他就利用这个他小哥哥的
的照片，用 AI 技术做了一个视频，这个希望给他那个可怜的小哥哥传递一份隔世的温暖。这个反映着胡一金老师这种儿时，对吧？当时他小哥哥9岁溺水而亡那他恐怕也就是5、6岁，对吧？那个叫悲惨的童年记忆，童年的阴影，也看出这胡一金老师温情的一面，对吧？在这个惨沉的记忆里面因为毕竟5、6岁那个时候记忆不是那么全了，现在应该是越来越模糊，对吧？他脑子里还有印象，还纪念他那个9岁溺亡的小哥哥。但是胡一金老师对吧？他对这个身边犹如这个大地为了个人原因为了对吧多吃一口鱼子酱，发动了这个侵略战争造成双方这几十万上百万人的这个伤亡，死亡恐怕有几十万了吧？也有多少个小哥哥命丧黄泉，仅仅是因为大地对吧个人头脑一热，又有多少这个平民在大地这个伊斯坎德尔沙河的无人机轰炸之下夭亡。胡一金老师呼吁过吗？胡一金老师忙着是给地保老人洗，给俄罗斯的侵略发动战争找借口，对吧？有多少人的小哥哥死于非命呢？胡一金老师在纪念自己的小哥哥，传递一份隔世的温暖，同时为什么还要对吧为这个侵略者张目辩护洗地，造成几十万小哥哥死亡，对吧？这么大的死亡他看不见。有网友就质疑说老胡这些年所作所为有没有愧对前人？好，这期节目咱们就聊到这里，感谢大家收看。如果喜欢我的节目，订阅转发，也可以在下方留言评论，谢谢大家。